再来看罗西亚首都莫斯科，车上有公务爆炸，造成一个乌克兰挺罗西亚军事组织领袖死亡。罗西亚国家媒体讲这场爆炸是暗杀行动。这个爆炸案结局嘛造成2个人死亡，3个人受伤。爆炸现场门径拢歪起，规涂骹拢碎玻璃。俄国的首都莫斯科一间高级公寓车上发生爆炸，造成一位来自乌克兰东部立场亲俄罗斯的准军事组织领袖沙基斯扬死亡。Разбитые стекла, пепел, раскуроченный потолок. Ну вот как раз я поэтому и сделала вывод сама лично, я нигде не... Специальные службы выполняют свою работу. Работу сложную. 除了沙基斯扬，也有一位保镖死亡，另外有3个人受伤。沙基斯扬因为涉嫌参加甲协助非法武装团体和俄罗斯通缉，这栋大楼伫咧莫斯科河边，离克林姆林宫只敢拿12公里。俄罗斯国营媒体报道，这场爆炸是有计划暗杀行动，不过当局的声明无讲到乌克兰。俄战争状况依然正严，乌克兰士兵讲，已经几多个月无收到新的装甲运兵车，用来运送士兵、补给弹药加特力伤兵。Багато є, що із-за того, що не вистачає машин, нема можливості поїхати за пораненим. На жаль, не встигали, вони вже. Every time we're asking for something, it comes 6-9 months later, when the war has already changed. And it doesn't make that impact it could have done if it came in time. 虽然美国前总统拜登在总统大选了加紧军援交付的速度，不过任期最后1年，受到国会内面共和党人的反对，加内部对俄紧张情势升级的风险，一个美国武器库存是不是有够的担心，和军援规拢停乱。另外，联合国人权监察团指出，在最近几个月，和俄军联起的乌克兰士兵被处决的数量快速增加。驻乌克兰特派团表示，自从去年8月底以来，已经收到的24件独立事件内面，就79个人被处决。公司新闻郑伟林编写。